家平安。平安。我应该讲客家话，但是很抱歉，讲国语这样子。很高兴能够由高雄的天父之家协会，还有客服这个委员会主委，另外就是有个音乐会就是天恩的听合唱团来到我们当中，而且他们从老远各地能够来到我们花莲，那我觉得非常的荣幸那我现在是美乐基金会的顾问牧师主任牧师不在的时候，我就可以代替他这样子。那这个而且我这个算是这个花莲这个地方算是地主教会，来到花莲是我们的荣幸我特别很佩服大家关心花莲，而且关心就是客家人的福音工作。在花莲来4大族群的之一呢，就是客家人客家人的基督徒比例比较少，那我们都觉得这一区块是有很大的亏欠没有对这一群人族群来做福音的工作。你们来给我们花莲有很大的一个鼓励，也很大的一个激励。我们更多提醒我们能够关注在客家人福音的事工。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缘故，你们来，我们也盼望那个福音的种子在这边可以燃烧起来。我们无论是客家人，或者是就是不是客家人，我们都应该更多的关注在客家人的福音事工。我想这个区块是我们应该极力来努力的。看到你们那么大的热情，从各地来这个地方奔波，然后特地来到全省各地，而且来到花莲。我觉得我非常佩服大家的对客家人施工、福音施工的一个热情一个爱上帝的心、爱人的一个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我们盼望我们更多能够一起来为福音事工客家的福音事工来祷告，一起来祷告。给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爱我们，主啊，你爱我们花莲，也爱我们客家的族群。主啊，我们看到远客从各地来聚集，主啊有天恩的一个合唱团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来有一个音乐会，主啊唱客家的诗歌、福音的诗歌，主啊唤起人对福音的一个渴望，主啊而且能够更多的福音客家朋友能够信主。上帝要我们为花莲这块土地来祷告，主啊我们亏欠这个客家人对客家人传福音不够积极、不够热忱，主啊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省察的机会，也点燃我们对客家人传福音的一个负担。主啊无论是客家人，无论是各族群的人，我们都应该常常为这块土地、为客家人在全省事工来祷告。主啊，今天你特别差派你的仆人和使女，主啊聚集在这个花莲这个地方，主啊可能那么多人，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花钱惠力，主啊精神，他们排演练诗歌，然后为这个土地来这个地方来祝福，来举办音乐会。主啊，希望更多的无论是客家人更多的客家人能够聚集，主啊能够来参加，主啊让我们一起被激励，能够被鼓励。主啊让我们有共同的一个负担，为福音来努力。愿主你亲自来掌权，来带领，主啊把今天的聚会恭敬带到你面前。我求圣灵大大的在那边工作，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使用在我们今天的聚会所有的同工，主啊他们的摆上，主啊他们摆上，无论是传讲信息，无论是诗歌的合唱堂的献诗，主啊带领我们一起来唱客家的诗歌。主啊求主你深深的在这个聚会来做工，在整个花莲在这个地方来工作，主要让更多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主要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小组能够在教会里面，主要甚至未来有客家的教会，主要让向客家人能够传主的福音。主要我们一起能够进入上帝的国，求主你大大施恩赐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要欢迎我们的
这个来宾哈，包括于庆龙牧师在我们当中，欢迎于庆龙牧师在诸位，还有天恩人道团在我们当中，天恩的圣坛在我们当中，也欢迎我们这是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今天的聚会，谢谢。首先，我们要来一起敬拜上帝。首先，我们欢迎陈平英老师跟舒老师为我们带来2首敬拜的歌曲。第一首《因主为众真喜乐》，听艺术是客家语有福气咱听下来赞美上帝。因为唱两首歌，因主归众真喜乐，同客家语有福气我们先唱《认主归宗真喜乐》。唱的歌就讲到新的主耶稣所启示的天父上帝，就是我哋嘅源頭我哋新的耶穌就是天父所送出嘅天堂嘅生命，天堂嘅生命上咗我哋新嘅人地位嘅生命唐時人主歸宗就是神因。耶穌所啟示的上帝，就是我哋嘅阿爸，天阿爸好，我們一起再來唱第2節。
调哈，有唱过安哪个跳诶？举手。啊，撑船调有唱过的举手。啊，今天是第一次唱的举手。哦，安乖哈，好棒哈，我们感谢神哈。我要来花莲这个当中，在准备这2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刚才在祷告的时候，我还是在很感动哈，因为哈嘎尼哈，青天边哈，就是见到客家人就客家一家亲，好像吃嘎尼黑王哈。虽然我讲的那个客语不是很标准，但是我心里面充满了感动，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这是主耶稣用宝血所买赎的教会，在这里还有很多的空位是要有我们的客家人啊。我们的主非常非常的爱我们的客家人哈。那我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深深的体会到，主在我的身上有工作，要把这样的爱也传给那些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乡亲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也让他们跟主连接，认主归宗，念主归宗，甜饮合一哈，平安喜乐，好不好？好，我们再来唱第1节、第2节2节一起唱哈。我哋用安尼个歌来祝福花莲市第2片安尼个客家人，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唱第1节、第2节一起唱，唱快一点点。牧师哈陈远昌牧师，伊去参加2006年的全球客家福音会议的时候，伊就有安那个感通哈，他有这样的感动，就写了这个词。可是他一放就放了很久，他好像放了2、3年，后来他就交给陈建中牧师哈来谱这个曲哈，所以这个曲是一个新曲哈，我们一起来学哈。
哈，去沙巴给演唱的时间哈。我们去年去沙巴唱的时候，我们去三打根，三打根有很多的客家人，他们大概都是看这边的 Good TV 的客家节目。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哈，跟你们一样哈，他们第一次唱，然后第二遍就开始跟了，而且在唱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上帝拣选我们客家人很特别，我们好像有那种血浓于水的，好像知道你是客家人，好像就觉得是亲戚来了哈，所以我们在那边其实唱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就打成一片哈，我觉得很感动，很感动哈。在那个 KK 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感谢神哈。拣选我们这个客家族群成为一个特别的族群，我们希望把在耶稣里面那样子的很深的情谊也带到我们客家人中间，让我们客家人享受天福，好不好？一二三节，我们唱快一点，我们中间用间奏了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充满。